佛心园讲堂舞台剧公演表演开始。来，好吃的鸡肉，新鲜又便宜，赶快来买哦！先生、小姐，来买鸡肉哦！在一个人山人海的菜市场中，有一位王姓屠夫，不得不说他的技术真的很好，从落刀、拔毛到清理等，动作利落干净，毫不拖泥带水。死在他手中的鸡、鸭、鹅更不知有多少。一天，王姓屠夫依然卖力地工作着。来哦，现抓现宰，新鲜的鸡肉哦！对，桃妹，今天的鸡肉很新鲜哦，买个几斤回去加个菜吧。王姓屠夫跟桃妹是老交情了，10几年来，桃妹都在他的店里光顾。老王，我吃素了。我跟你说我吃素了，你听懂没听懂啊？什么？我说桃妹啊，你千万别被那些臭和尚给骗了。人不吃肉，岂不是面黄肌瘦？哎呦，营养不良吗？日子怎么过嘛？没有人骗我，是我自己要吃的，而且我吃素吃得很开心。来，你看看，这鸡腿多新鲜，多漂亮啊！煮了保证好吃，超赞的。不，杀生这事死后是要下地狱的，哎呀，好恐怖呀！哎，桃妹啊，我告诉你啦，压根就没什么地狱呀。你看看笼子里的鸡，它们多么可怜啊！换个工作吧，也许赚不了这么多钱，可总比当屠夫要好些。杀生的罪真的很重，以后要还杀生的愿真的很不容易耶。桃妹，我告诉你，臭和尚们到处骗人吃素，他们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我老王的。桃妹，我说你是聪明人，可别被那些到处生事的臭和尚给骗了。老王，你听我说。桃妹，你听我说。不，你听我说。不，桃妹，你才听我说啦。两人争执不休，最后不欢而散。老王被桃妹搞得郁闷，就早早收摊回家了。真是的，好的，没事，吃什么素嘛，自己爱吃就算了，还叫别人来转行，简直莫名其妙，触人家眉头。唉，算啦，今天没心情做生意啦，干脆先回家休息好了，明天再来大开杀戒吧。臭桃妹，可恶！哎，桃妹真是傻不隆咚的，臭和尚们根本就是一群骗徒，桃妹居然把他们的话都听了进去，傻，脑子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啊！可恶！
儿子，你今天回来的比较早，我帮你倒水来，先喝一口水。哼！我养了你这么一个老废物在家，我到底是造了什么业？做这些鬼玩意儿，能赚什么钱？没有了，我只是想要多少贴补一点。你就只会吃我的，用我的，臭老头连一丁点财产也没留，害我什么都要靠自己，还要伺候你这个老家伙，真是可恶！儿子，别生气，我这就回房省得你看了心烦。哎，我怎么教出这种儿子？只怪我自己对他溺爱过了头。可我就这么一个儿子，我真的错了吗？谁能告诉我呢？可恶！哼！谁给能否放给赛物？老废物一个，看人就烦。可恶！操，你就是他姨的。王姓屠夫心情郁闷，早早就晴了。可是他没想到，今晚是他人生的最后一夜。不睡觉，哪个没公人性的妖怪啊！元罗传令，你王大国忤逆父母，毫无感恩之心，用杀鸡为业，杀生无数，毫无怜悯之心，毁谤圣贤，更无忏悔之心，收回40年阳寿，落地狱受苦。我没做坏事，对，没做坏事啊！你一定是没弄错，抓错人了。隔壁有个姓王的，这个不是我王大国啦！哼哼，元王要你3根死，哪能留人到5根？有没有错？你心知肚明，我是不会抓错人的。太公们走吧，怎么去？等见以后就知道。走。堂下何人？报上名来。阎王大人，阎王大人呐、啊，我没做坏事，一定是你们抓错人了。我王大国一生努力工作，赚钱养家活口，从不休息，从不休息啊，辛苦的不得了啊！不上天堂就算了，
怎么可能下地狱呢？一定是你们弄错了，抓错人了啊！大胆！你王大国死后还不知悔改，罪加一等。你说你怎么可能下地狱？哼！我这就给你看看。来人啊，把他所杀的生灵带上来。是大王。3个家伙。你自己看看吧。这是就是畜生，就该死，就该给人下肚的。我杀了他们，哪有错？还敢嘴硬！大胆王大国，本王现在就告诉你，你到底错在哪里？你上辈子没有孝敬心，对生佛没有敬重心，对动物更无怜悯心，对社会可说毫无帮助，丢你不得啊！来人啊，把他带到浊劫地狱，受苦千世。牛头马面拿着刺枪，一遍又一遍地刺穿王姓屠夫。王姓屠夫大声哀嚎：“好痛，好痛啊！你们是魔鬼，你们怎么这么无情啊？”我很无情，你对待那些鸡、鸭、鹅，何尝不是如此？也不见你丝毫留情，现在却要我们悲悯你，要我们留情。那些鸡、鸭、鹅是畜生，畜生就该死，就该给人下肚的。我不杀他们，一样会有别人杀他们的。唉，真是不知悔改，难怪你现在会在这里了，可悲啊，可悲！牛头马面见王姓屠夫仍不知悔改，摇摇头，只是无奈地继续用手。观世音菩萨驾到！观音大士，可怜王大国，你妈妈辛苦把你养大，你不但不知道感恩，还对她态度恶劣，百般刁难，此乃不孝，一生又杀生无数，还不信佛法。